蛙在叫呢，会下雨了，蛙在叫。青蛙叫要快下雨了，蛙声闹要注意。你看这个都有电线了，电线那个就是有灯光效果了。哦，好多鸟叫声。哦，好多鸟叫声。前方那座庙应该是妈祖庙，护庇宫妈祖庙。那莲小宝殿比较高了。还没有确定，也有可能是另外一座庙。哎呦，小心小心走，小心走，不要跌倒。哦，小心走，不要跌倒。你现在学我拍拍。蚂蚁，我们赶快找。来蚂蚁，来我抱你。好香哦！哦，现场可以闻到香味，花香。不是花香都是好的，有的花香是有毒的。你看那个锥状体的三角锥状体的，会创造那个倒影，创造立体影像的效果。在晚上哦，要创造那个立体影像的效果，就好像手机荧幕上面放个透明胶片的锥状型的三角锥状型的透明胶片，然后荧幕有影片的动画。那就可以显示出那个立体的动画，在荧幕的上方，三角锥体那边的显示立体的动画，立体影像哦。